今日咧就嚟到呢度咧，就係呢個 lake 嚇，啱啱有個雲咧就過咗個太陽咧，就比較上鏡啲啦嚇。咁啊 Giraffe Lake 咧就係我嚟過幾次㗎啦。咁我今次咧就第3次啦，應該第一次嚟嘅時候咧就比較，我講親咧就係嗰個天氣問題啦嚇。咁我今日咧就係好特別，2026年啦嚇。咁啊即係過咗呢個國慶之後咧，我發覺咧就係個天氣特別好，藍天有白雲，加上個背景啊，越低嘅湖邊裏邊影出嚟嘅效果更好嘅。咁啊今日咧就係自拍之餘咧，亦都帶到嘅 Pocket 4同埋 Pocket 3，加上埋最新嘅360 Instant 嗰架 Luna Ultra 出嚟實拍體驗一下。咁啊，我比較自己喜歡自己拍攝，有時冇 camera 嚟嘅時候咧，呢個 Luna 咧就係真係出到好多力，亦都可以拍 zoom in zoom out 啦，亦都可以wide shot， 我可以用個 remote 睇得到個成個過程嘅，咁出嚟嘅效果更加好。OK， 咁啊而家今日做煮飯仔添，今日帶咗個佛跳牆，跟住咧就係馬上用清水飯液煮飯，咁啊試一試拍俾大家睇下嘅，順便啦嚇咁樣。OK， 到時候我哋上咗個瀝頂嘅時候，再不如同大家報道。咁今日咧就係好啱咧，就係有朋友遠道過嚟做地主之餘咧，而係帶佢過嚟呢邊呢個 Giraffe Park 叫做 trail hiking 一下。咁佢哋比較喜歡運動嘅。咁我自己本身唔係唔運動，係平時好少運動，所以我有啲擔心。所以今次我就喺個瀝第一站底下做拍攝俾大家睇睇。你睇個湖水咧比較清目，好靚嘅，尤其是個山裏邊個山外有山嘅立體感。咁你睇呢個雪山咧好難得，至到而家7月份都係仲係有嗰個雪喺山上停留，咁出嚟嘅效果更加立體。OK， 希望大家知道下呢個位，問題你要喺網上訂，otherwise 咧就係訂唔到咧就係唔準入嚟呢度啊。咁啊預早 book 定嘅，咁啊登記名啦、車牌啦，咁到時喺網上做呢樣係得㗎啦。OK， 遲啲再同大家報道。啲飯食晒，即刻攞個羹出嚟食嘢。